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啤會。啤會今日嚟到珠海斗門區湖心路同裕璞悅花園啊。隔離咧係華德個地塊啦，呢度係同裕，係分兩個地塊管理嘅。咁今日嚟到同裕咧係有好消息帶嚟俾大家嚇。璞悅花園同裕呢個地塊洋房有一個大幅度嘅降價嚇，就係我身後呢個2座，一梯兩戶。138平方嘅改善型4房，總層高10層高，超低密度啊，戶梯比非常之低嘅。原先個單價咧係18000幾19000，總價250萬左右嘅。而家咧直接係152萬，並且咧樓層任揀，我哋中高低都會有嘅。如果咧想要一個車位嘅話，喺總價基礎上加4萬，送一個產權車位啊！咁咧2座喺呢個位置，屬於小區中心呢個位置啦，係比較好嘅一個位置啊。同我哋以往啦3座4座嘅洋房嘅話咧，佢個位置嚟講，我覺得佢更加之優。3座4座而家已經係交付咗啦，即係入住咗嘅。佢當其時單價係18000幾，咁我哋交付標準不變嘅情況下啦，佢嘅價錢咧基本上係打咗6折出售啊。因為我哋洋房嘅交付標準咧係比高層咧係高一級嘅，啊交付標準會高一啲嘅，而且咧實用性咧洋房係9成，高層嘅話咧璞悅嘅高層係只有8成嘅，所以實用率都會高一啲。啊1座、2座、3座、4座咁樣數落去，成個小區咧4座洋房嘅。同裕花園嘅話，佢嘅交樓時間係22年嘅12月份，咁咧交付咗有3年半左右，大家可以 feel 到小區嘅綠化管理啦，包括佢樓嘅外立面啦，保養得非常之好嘅，非常之舒服嘅。而且同裕呢個地塊啊，佢所在嘅位置嘅話咧，喺湖心路嚟講係屬於比較好嘅，因為距離我哋新老片區嘅配套嘅話係比較近嘅。啊，前方啦就係白亭嘅一啲市民公園啦、休閒配套啦，咁後方咧步行幾分鐘就去到嘉禾城廣場噶啦嚇。一口價嚇152萬，樓層任揀嚇。如果最近大家咧有關注緊我哋珠海嘅養老房啦，或者咧度假噶，所以想要一個低密度嘅即係比較安靜嘅地方嘅話，咁咧可以參考一下嘅。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直接去到我哋處於4座嘅樣板間。我哋而家賣緊嘅係2座，樣板間咧係4座嘅。我哋睇下佢戶型就 O K 噶啦。而家過到去，上到嚟4座嘅3樓示範單位。咁實際上而家賣緊嘅咧係我哋2座嘅，4座已經賣晒噶啦。咁係一模一樣嘅戶型嚟噶，一梯兩戶，138平方噶嚇。呢兩邊競享關係。咁呢個電梯口開出嚟咧就係呢個西邊位呢一套嘅，東邊位一套咧係另外一個方向嘅。洋房咧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實用性高啲啊，即係對比高層嘅話，佢嘅戶梯比會低啲，密度會低啲，所以佢公攤會少一啲，會比較實用嘅。咁同裕大家之前有了解過嘅都知道嚇，佢啲高層咧實用率係比較低嘅，可能8成嘅啫。咁佢洋房咧其實實用率咧係達到9成啊。咁雙開嘅子母門啦，都係一個交付標準，係精裝交付嘅。咁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嘅話係一個私人嘅空間啦，即係唔會有其他人經過呢個地方噶啦。咁咧我哋可以喺呢邊咧即係擺鞋櫃嘅，可移動式嘅，咁擋住個電梯口就 O K 噶啦。嗰邊咧就係我哋消防嘅樓梯。可以睇到個公區啲裝修都係比較唔錯噶嚇。咁咧樓層任揀啊！依家樓層仲係有得揀啊，中高低都有得揀嘅啊。總層高10層高，152萬嘅總價啊，單價嘅話10945嘅。如果加4萬咧，送一個產權車位啊。原先嘅話咧講到真係要賣到19000幾嘅單價㗎，而家基本上係打6折出售啊，10000幾百嘅單價，而且咧交付標準還 O K 嘅。比高層要高嘅交付標準啦。咁入到嚟，我哋睇到首先咧，佢係一個4房2衛嘅一個格局。佢嘅分區非常之明確，呢個亦都係佢洋房嘅一個好處。呢邊餐廳位，呢邊客廳位，而且咧4房2衛雙露台，可以成為南北對流嘅。咁交付標準嘅話，
同大家簡單講一下，因為而家咧係做咗軟包嘅，擺咗家私家電嘅效果，全屋咧係帶美的品牌嘅中央空調啊，呢個係高層做唔到嘅。咁咧電視背景牆咧呢啲都唔係膠標，呢個白色嘅乳膠漆。咁可以睇到獨立嘅一個客廳位啦，非常之大㗎啦。佢嘅開間嘅話咧係達到一個4.7米嘅開間，佢係一個享受型嘅改善型嘅大四房嚇。咁我哋嘅露台呢個位置採光都係非常之唔錯㗎。咁其實同裕啦，包括華德啦，都係一個低密度小區嚟㗎，而且佢花園保養做得非常之唔錯㗎。咁交付時間都比較，即係成個小區交付都比較耐㗎，而且保養得比較好嘅。物業管理費嘅話2.9毫8每平方嘅，可以睇到樓間區。咁未來我哋二座望出去咧，都係咁嘅 feel 㗎啦，非常之安靜㗎，佢唔會靠近主幹道嘅。露台亦都係比較大嘅，大家感受下呢個露台，即係基本上咧係個主露台，種花花草草都唔成問題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台階嚇，同大家提一提，呢個係3樓先有咁高嘅嚇，因為佢做一個腰線嚇樓，即係外立面嘅腰線，佢先要有嘅。咁其他我哋去到4樓以上嗰啲咧就冇呢度啊，佢直接係一個落地玻璃嚟嘅。咁我哋入到去睇一睇。地磚呢啲都係膠標啊，未來全部白色乳膠漆。咁咧，我叫到呢個位置咧，即係我哋嗰啲大平層先做到嘅一個標準啦，即係有個入門玄關位嚇。你咁呢個位置咧，我哋可以擺設嗰啲飾品畫都係 OK 嘅。餐廳位置啦，呢度咧係擺咗張長台，6張凳。開間嘅話2.9米嘅開間係 OK 㗎啦。雖然咧佢擺唔到餐邊櫃嚇，但係咧佢嘅長度係夠嘅。咁如果要擺餐邊櫃嘅話，就要擺一個比較薄身嘅。全屋啲吊頂都係有㗎。可以睇下廚房，廚房優型設計，預留咗個非常之大嘅空間擺雪櫃個位。跟住3件套咧係瑞士品牌嘅弗蘭卡，屬於一個高端嘅廚房品牌啦。包括佢嘅一個櫃都係歐派廚櫃去訂做嘅，都係算係比較高端㗎啦嚇。嚟到後露台個位置，打開窗嘅話，成為南北通透，通風性、採光都係非常之唔錯。呢個就係洋房嘅一個優勢。咁出到嚟同樣啦，我哋呢個台階咧，咁上到4樓嘅位置係冇嗰啲舊嘢，直接落地窗嚇。咁呢度咧係可以擺熱水器，呢邊涼晒衣服，非常之舒服。前後咧通風性都唔成問題。樓間區其實係真係 OK 嘅，大家感受呢個樓間區。咁我哋沿住呢條路啦，我哋直走，條路通咗行過去咧，大概其實10分鐘之內即係6、7分鐘左右就去到嘉禾城嘅購物廣場嘅。咁首先啦，佢嘅房間佈置係咁嘅嚇。入邊咧3個房間，2個洗手間，跟住其中有一個房間咧客房係呢個位置。我哋先睇下呢個客房，房間咧都係唔錯嘅。呢個房間比較大大家感受下，大概咧14個平方左右。但係咧，我覺得佢唯一點做得唔好嘅咧，就係佢呢個飄窗位會稍微高啲會高一啲全開嘅飄窗位。房間咧係複合木地板。呢個係現樓即買即辦證即交付嘅。休息區位置，呢個係主人房，我哋先睇下兒童房。大概咧13個平方左右。佢每個房間都好大㗎，佢唔會話真係嗰種3+1有一個房間特別細，有2個房間特別細，佢唔會㗎嚇。亦都係全開嘅飄窗位。咁呢個方向咧係一個東北向嘅方向。我哋嗰邊係正南向嘅。咁延伸過嚟，我哋先睇下呢個客廁。客廁咧就稍為細少少。洋房佢呢個戶型咧，其實係屬於3面採光嘅。大家睇下呢個書房，呢個書房都比較大呢個係送一半嘅面積，落地窗設計。跟住咧大概
有11、2個平方啦，作為一個書房或者兒童房都係 OK 嘅。過道、護牆板呢啲全部都係白色乳膠色膠標，包括佢啲面板咧插座即係開關全部都係啲西門子品牌所以佢膠標係比高層高好多。而家咧膠標冇變嘅情況下，仲打咗6折出售，我覺得係 OK 嘅。嚟到主人房呢度擺衣櫃嘅地方然之後呢個位置咧係主位，主位就比較大。睇到呢個主人房，就齋主人房擺床呢一個空間，唔包括個衣帽間啦、衣櫃啦，包括洗手間嘅空間嘅話咧，呢度已經有16個平方啦。咁加埋嗰度兩處嘅空間嘅話，大概有22個平方嘅，比較享受下。其實對於138平嚟講嘅話咧，呢個戶型其實算係比較實用嘅。呢個主人房全開嘅飄窗位南向，呢邊咧仲可以擺梳妝台。而且仲有一個採光窗，3面採光。如果啱先我哋嘅衣櫃位置唔夠嘅情況下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呢邊擺一排衣櫃嘅，唔會擋到呢個風口，就喺呢一排。但係應該都夠用啊，因為嗰邊嘅衣櫃位係比較深嘅。2米嘅大床啦，雙床頭櫃3邊嘅落床空間、活動空間都係足夠嘅。大家感受下。全屋咧呢啲。護牆板呢啲都唔係膠標嚟嘅，樓層任揀下，一口價152萬嘅。如果咧大家對價錢有咩疑問嘅話咧，都可以隨時上面加我 WeChat 或者聯繫我 WhatsApp， 我同你做一個詳細嘅計價下。如果大家想喺湖心路啦，即係150萬左右嘅總價預算嘅話咧，想揀一個改善型嘅大4房，而且要安靜低密度嘅，咁咧可以參考下呢一個小區，因為佢呢個小區嘅位置係靚，佢攞地價貴所以而家開發商嘅話，基本上係洋房係打6折出售。啱先講到佢而家高層咧仲係要賣到11000幾嘅單價，洋房反而仲平啲咁咧如果大家對呢個小區感興趣嘅，歡迎啦。上方聯繫我加我，跟住咧我帶你過嚟實地周邊詳細介紹，再帶你過嚟實地睇樓今期講到呢度，下期再見。